想袂晓，你哪会这虚幻，欺骗了我，刺激着我。江辉小姐，拜托签名一下好。我毋是江辉啊。哎呦，你认唔着人啊？我后壁看起来，江辉来啊！体格我那瘦甲剩一支骨头尔。你毋是江辉啊？这边咧更较好听啊。啊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哦，啊，剧本搁放你遮。你好，你好，小姐，食什么物件？海头啊一罐。哎呦，海头啊，是毋是米酒呢？嘿哟。无彩你小姐穿插遮尔啊澎湃，你澎湃，很时髦啊！那讲，要这时行。时髦啊！无彩你穿插遮尔啊时髦，结果点一罐海头啊！哎呀，哎呦，你讲的唔对，我即摆是来路边等呢。我喺路边等无海头啊，尔无你有啥？我有啥？嘿啊。所以讲，我即摆的营业的状况一定要跟着时代。哦。我你无看面单，我这边有 XO、Brandy、Hennessy、Vodka、哇 Proud Mary。安尼，哦，你即间跟人无啥共款呢？对啊。我感觉有 Pink Lady。哎呦，你搁知影 Pink Lady 啊？我你啦。无啦。一罐 whisky 一罐。啊，威士忌啊？歹势，今日拄好欠货。我讲几包你有啥？有啦，都是海头啊啦。早都传便便的伫遮，迄边有免洗筷子啊。哦，你真正有敢讲啊？来到我这边啊，毋是臭蛋，你尽量食哈。唉，有啊，你一个人我都啉一罐海头啊。看你可能是情绪无啥好的款。明天我就不做了。哦，是安怎？所以啊，我现在在接。苦落去吃起来，规满天转金条，要杀无半条呢。娘娘，人家在喝酒浇愁。哦，但是你毋捌听过喝酒浇愁，愁更愁啊？哦。嗯。嘛无我多，嘛是就爱啉啊。唉，啉较少的小朋友，打个电话回家吧啊！我不是小朋友。啊，晚上在这里游荡。哎呦，有人起来啊！歹势，我无法度招呼你哈。啥人会当亲像我，爱你我绵绵我，你哪会这呢无心肝？爱我寂寞在心啊，如今只有孤单，甲我来作伴。哎，先生啊，头家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谢。哦，坐下，坐下。啊，这下啊，谢谢，真客气安尼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来，我菜已经给你准备好。哦，安尼好。敢若心情有啥较郁卒的款。是啊，都甲女朋友走去啊，安尼啦。哎呀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哦，拄则听你唱这首歌，就知影你一定是失恋的男性。是吼，你靠有眼光，你一看就看出来。哦，心情郁卒来，你才啉一杯酒。哦，刚有迄个海头啊。哈，海头啊。啊，是啊。先生。无猜你穿甲你生无，我说生无，时髦啦。哦，安尼吼。结果去点海头啊？这不是西吗？这叫西工。啊？西装。啊，西装。我是讲西工。无你的代志，你莫去我白插嘴安尼，这就。是是。袂使。无啦，你要甲身份嘛，小配合一下。哦。莫看我穿安尼对不对？啊？是什么？你带头家哪人穿安尼哦？这都要跟得上时代才有法度。哎，是安怎？什么人讲迄个面单一定要穿甲咧烂高高对不对？安尼穿西装都一定要啉好酒安尼。这都嘿。啊，你这有啥物？原阮这个开面单穿安尼，就是敢若歌星咧作秀就对啦。安尼好，安尼。下班倒去就穿个穿个面粉袋啊，弄出来。哦，安尼你讲的原来有道理。对嘛，爱甲身份有配合。哎呀，女朋友都走啊，既然安尼对吧？请这啊，你讲有啥物酒你赶出来？我有白兰地、威士忌、
嘿，迄日是实在你看要来啥拢总有。伊哪会拢知影？哎，拄啊好，伊拄嘛是点这啦。哦啊，你这衫看你要点倒一个？我都也无安尼 whisky 好。歹势，今仔拄欠迄。是你做头家，我做头家。你甲我话拢讲了，我要讲啥货？歹势啊，早都传好啊，带头啊，带头啊你啊！唉，实在是咧，少年啊，心情咧郁醉。是啊，隔壁迄个小姐，你甲看卖先。这明白，对，使安尼讲我甲你讲，今天拄久啊好来个遮，恁两个我都拄着，伊拄则出来嘛是唱一个歌，哦，安尼哦，你嘛是唱一个失恋的歌。是。哎呦，听起来，哦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不是那我们看起来这个缘分，认识一下。我这人就避暑啊，人也无表示安尼，家己撸下去安尼。什么无表示？你个甲真少看卖是？你看。哎呦，这是洗目针呀！你真正有影你，人家咧念目睭叫做洗目尾，我说洗目尾安尼啊，洗目尾。毛尾往洗啊安尼。这个意思就是表示对你有好感，不然怎么他自己跟他来搭腔呢？安尼啊，是我过去还是？你就来啊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哈少年家，来。你好，请坐哈。你好，自我介绍，这位先生贵姓？我姓费哈，费啊，费先生。好，这款姓讲有做费，费啊，台语敢讲叫做费。狼心狗肺的肺。这就是台语有做戏。戏哦，姓戏是啦。安尼就了解。这位小姐贵姓大名？我姓林，嘿。林哦，香木林安尼，双木林。我叫做林美照。阿娇安尼啊，你看，小姐就大方啊。你陪伊啉一下，啊，你做你开讲，我莫甲恁教着哈。要食什么物件，尽量家己点啊。哎，我给你啉酒一下。谢谢。哎，这林小姐安尼，看起来敢若心情无啥好安尼，即马搁咧喘大气安尼。干冰无安尼。歹势，有交代着恁讲话，谢谢。林小姐哪会安尼呢？未前讲话就开始安尼喘大气安尼。人心情就郁卒咧。心情郁卒是安怎？一言难尽，我规气用唱的好不好？规气用唱的，安尼也好，我来听看觅。为什么心情郁卒？在你的时阵大雨，似我的梦，似我一场好梦。心爱的人，心爱的人，你就爱着别人，只有点在，梦中在是我的人，你无去爱着别人。哎呀，哦，是这个原因啊！来，林小姐，请坐。对是安尼啊。因为男朋友去爱着别人安尼啊。对是安尼啊。我看你嘛是伫遐啉酒。是啊。我看你嘛是迄心情敢若真沉重安尼哦。嘛是感情的问题安尼。真的啊你也想要了解安尼啊？是啊，是啥物情形啊？既然你拄则在咧唱啊，我嘛用唱的，互你了解。哎呦，来，我哪听样唱的？看觅，你就知影。嘿，这两个讲话唔讲，拢用唱的安尼，足奇怪啊。人讲这人生海路好行，唔通我头梦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阮爱的是别人，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？所以讲，这个人生就是安尼海，我甲你同款，嘛是即马目前搁单身贵族啊。咱两个是东边相连。东边相连哦。但是咱查某的无人要甲咱斗阵真普通平常的代志。小姐，林小姐生啊遮水安尼，是不是眼光太高的关系？其实也不是啊，人家的条件也很简单。你有什么样的条件呢？我
只有3个条件。干那3个啊呢？对呀说说看。第一个条件哎是个男人。这是一点啊，查甫一定要配查甫，对呀这个很容易找，这个男性太多了。哎，那第2个条件呢？第二个条件很简单，哦，简单，只要他养得起我。养得起你，安尼爱猎人就较怕扁，安尼嘛是不难的，也是做得到。对呀，很简单。真简单啊，对不对？第3个条件更简单。哦，第3个是，只要他能满足我。小姐啊，你伫遮咧公共场所，你讲这个真正。你在讲我看这啥？先生嘛，那真斯文，你安尼讲伊，我唔知要哪讲。我即摆我的意思就简单的啊啊，我是讲讲，我若是无伴的时阵，伊一定要跟他做伴啊，对不？我如果要零用钱的时候，伊便会想当生啊，要满足我这一些需要啊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呀，安尼佫拗了真硬哈，但是阮伫边仔听叫是，歹势，我甲恁交了着安尼。这，啊，你继续讲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少年，哎，敢若看会出来，小姐对你印象袂歹。安尼哦，查甫人到这个时阵的时候，拿得起要放得下，哦应该聊落来就应该聊落去，安尼哦，卖客气啊，对不对？你安尼互我信心十足。真正有影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但是拄则听你唱着，我目屎咁样流。安尼哦，像你这漂皮烟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唔通经过迄什么偌水拄偌水，爱有路用较路用有用啦，较重要。但是这小姐拄才讲3个条件，我都唔知影。这3个条件你应该拢有啊。哈佛也是条件，我唔知。我觉得？感觉讲，你两个讲，你两个。我觉得哎，是这3个条件你都有嘛？这3个条件我都有啊。对呀，哎，就是哎，有机会。 3个条件都有。头家啊，这都不是我咧讲，你开这个面档，虽然小生意，真的是功德无量啊。嘿，我今嘛已经找到新目标啊，真正。人生够有希望啊。今年林小姐，我想要跟你呀做一段交往，慢慢的咧由浅入深，咱交一个朋友安尼。先生，你慢慢安尼是你人小姐呢，人是小姐，慢慢教我。你由浅入深，你都袂使甲讲，哎，小姐，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嘛？是，让我好好的爱护你。哦，如果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，我会真心的对待你。我都是这个意思你。讲这个话，对，慢刚才美术刚才一个高音啊，在创啥？小朋友，打个灯号回家吧。你都这大汉了，不是囡仔你。哦，安尼好，你这个表示，你这个表示啊，小姐，你感觉对我印象安怎？人歹势讲啊。哦，歹势讲安尼啊？系啊，歹势讲就是好啦。啊，安尼哦，我甲你安尼好，赞，头家啊，我迄度甲算看偌济钱。哦，算这多。是，你这个人不是我来讲你的，做人家的男朋友一小气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哦，想当生安尼。做一个算啦，你这个算你病你。谢，伊拄则来讲讨厌想当生。做伙算啊。先生，我想讲哦，我搁打包一罐 XO。小姐要打包一罐 XO 啦。开嘴了，这个时阵啊，到家里来时阵，千万不能小气哦。那无行百里者半九十。安尼哦。最后一关，女生就要看男生大不大方。你这头家安尼带啊，一直促成安尼好啦，信心也十足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哎，你一罐 XO， 但是安尼，小等，我今仔日钱现金带的不够啊，对不对？我紧下来当刷卡。这个是刷卡，这米袋我刷卡，莫个伤咸啦你。我互伊签一个你会使，然后一个主记，签一个迄个单呢。祝福你们白头偕老，永浴爱河。你是大人要互签啊？是，炸一罐 XO 登去。哦，来来先生。偌济？拢挣偌济啊？豆干爱包20盘登去。唔免啦，我迄个20盘留喺我后边豆爱食。安尼哦，再签一名就好。签名就好。这真正是功德无量哈！哎呀，是。哦，签好啊！歹势，拢总是23000块哈。
先生，你无用，我会使派人去摕啊。哎，一个月月期拢开了钱呢。啊，但是真的是符合我第3个条件呢。哎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要交一个女朋友嘛，总要花一点这个对吧？财务上的、精神上都要付出。来，头家啊，多谢你啊！我这个地址你拢会记啊，我一定会寄这个红贴来。好，啊是创啥？啊，你今晚买啥？我想交到女朋友啊。好，我该去拍拖一下。什么？你看过来，你创啥你啊？你这真正我唔知。这什么表情啊？你这什么表情？什么表情啊？你要带去对呀？啊，不是交到女朋友啊？拍拖。散步啊！散步。你也了解你的身份，你什么身份？你干嘛去散步？你是散步？头家，你安尼我就看无啊。歹势啦，少年嘞，这阮某啦。啊？阮某啦，但是你创啥货？你安尼去厝外口会出代志，你唔知啊？对，你唔是讲凊彩什么散过有肉就会使甲拍呢？啊？哎呦，你目睭闭较紧啊！你安尼。头家啊，拄则，你这个什么表情？你拄则个促成我跟他在一起。促成啊？哎，嗰个塞把布的。阮某是伫遮坐台的啦。啊？这是露天片啊，老爸。啊？有这款的代志啊？真是啦，我讲我哦，见唔着人就是伊啦。我这间单我拢是靠阮太太伫遮咧成，你知影无？哎呦，你后背来啊！你我算家己的啊！我拢是到落尾，我就讲做一个算安尼啦。你这个算好的哦。我一个海带，那开讲一个开万几块，2万几，你看没？我两个算小的，当迄个5万几。哈，有人比我更加水啊！昨天那个大帅哥，我在听没啊？陈雷啊，陈雷来遮啊，阮某就出马，结果啊，甲成一个56000几啊！起码我都叫人甲摕啊，你用啥？歹势，唔过飞哥，我感觉这个少年的哦，足斯文的，还佫足可以的。啊，真正好看伊哦，人真好呢，人我嘛有影有介意。有影有介意啊？你是真好看你。我可以讲几句话呢。这太太够是小可有用心对吧？哎，人家骗了感情，钱也了了对吧？这是算讲小型的仙人跳的对吧？小型仙人跳，还有大型小型的。这嘛有分啊，这讲得出来的啊。伫这面单咱做无遐大，都想一寡这海头的钱啊，就袂歹啊。好啦，你莫甲伊讲伤久哦，唔通袂记你是别人的某。我你几分钟开讲？我可以讲安尼啦，反正后壁人家也袂来啊。对哈，后壁哎明仔载你都要甲我好好想一个。郭富城要来。哦，郭富城啊，我讲海多。有当我的明仔载要来，下晡就先去扭皮一下。小扭一下，你唔知甲听着呐？真的啊，郭富城哦，迄大开呢。这大开，迄无甲60几万哪会使对不对？开讲者，我伫遮啉酒要有春哦。好啦，好啦。啊，你伫遮恁开讲，我啉酒春落来的。哦，恁这对翁仔某有够浪动嘞，惊死人安尼。是哦，这么是就无法度的，因为环境所逼的。环境所逼啊。对啊，无。是你够天良对吧？你。这世人哦，我都已经嫁人啊，都无法度啊。我咱后世人哦，咱也有缘哦。我们再续前缘。你个甲我祝福安尼哦。系啊，我祝福你。无安尼啊，既然钱也开了，无你嘛陪我合唱一条歌，安尼好无？祝福一个。好，我祝福你啦。你对我好，这看会出来。我对你好，这嘛是应该。你的真情，我的真爱，使咱快乐添情海。虽然你我会叫无将来，我祝福你有新的心爱。今生无缘，期待来世，才搁继续咱的爱。赞！先生啊，我会使唱一段 XO 无？好啦，各位好时间，感谢林美照的光临，哎，赞！像我们。